12月嘅香港，空氣入面好似有一種甜甜地嘅味道。尖沙咀嘅海旁閃閃發光，維多利亞港嘅兩岸掛滿晒燈飾。商場入面，小朋友拉住爸爸媽媽嘅手，除咗扭買玩具之餘，都會數下聖誕樹下面一份又一份嘅禮物。聖誕節對香港人嚟講，唔只係宗教節日咁簡單，而係一個充滿回憶嘅時光。無論你係咪基督徒，都總會被呢種冬季光影同嗰啲熟口熟面嘅聖誕歌包圍住。但係講真，你有冇諗過聖誕老人究竟係邊個？佢係咪真係會坐住綠車穿過夜空送禮物俾你呢？原來聖誕老人嘅故事背後有一個更加真實，但係又溫暖得多嘅開始㗎。時間要倒流返去1600年前，喺地中海嘅海邊有個細細地嘅城鎮叫做米拉，嗰度住咗一位年輕嘅神父叫做尼古拉。佢唔係有超能力，亦唔識得飛天，又冇雪橇，更加冇養鹿仔。不過佢有一樣更加珍貴嘅嘢，就係善心。相傳有一次，尼古拉知道有一戶生活比較艱苦嘅家庭，屋主為咗養3個女兒，已經山窮水盡啦。就喺12月24號嗰晚，尼古拉佢偷偷地咁將一枚金幣放入一隻襪嗰度，再靜靜雞咁從窗口掟入佢哋屋企。第二朝，嗰個家庭發現咗一隻襪，入邊仲放住一枚金幣，佢哋好驚喜啊！呢個就係聖誕禮物嘅原型啦，原來真係一隻襪嚟噶。從此之後，呢一家人就可以過住啲比較安穩嘅生活啦。就因為咁，慢慢大家都將呢個故事傳開去。有個善良嘅人會喺12月24號嗰晚偷偷咁送禮物俾有需要幫助嘅人嘅。後來教會封咗佢為聖尼古拉，聖 Nicholas。佢成為咗小朋友、航海者同埋貧苦人嘅守護聖人。呢個人就係聖誕老人嘅原型啦。幾百年過去，歐洲嘅民間故事入面，聖尼古拉慢慢變成着住綠色大褸嘅聖誕老人。綠色大褸？係啊，你冇聽錯。而家見到嘅聖誕老人，紅色嘅外衣加上白色嘅鬍鬚嘅配置，其實係可口可樂喺1930年幫佢定型㗎。返嚟主題，荷蘭人會叫佢做 Sinterklaas。到咗英語嘅世界，就變成我哋熟悉嘅 Santa Claus。去到19世紀，英國人將呢個習俗帶到世界各地。嗰陣時，香港仲係英國嘅殖民地啊。第一批嘅聖誕節慶祝活動出現喺維多利亞城，教堂有彌撒啦，學校會教小朋友唱聖詩，報紙登聖誕快樂嘅賀詞，商鋪會搞聖誕大減價。聖誕嘅氣氛慢慢咁滲入咗香港嘅生活入邊。去到80、90年代，聖誕節開始變得更加熱鬧啦。銅鑼灣嘅 Sogo 門口有聖誕老人派糖啦，金鐘嘅太古廣場放滿巨型聖誕樹嘅裝飾，海港城搞聖誕燈飾 show 啦，每年都塞滿晒人去打卡㗎。而家嘅香港，無論你去到邊度，地鐵入邊聽到嘅聖誕歌，茶餐廳出嘅聖誕大餐，街邊仲有聖誕老人造型嘅雪糕。我哋將西方嘅節日變成咗屬於自己嘅一種獨特嘅城市節奏啦。其實無論你信唔信聖誕老人真係存在，佢所代表嘅精神一直都喺我哋身邊。一杯熱嘅奶茶，一句嘅問候，一份嘅小小禮物，都可以令一個人嘅一日變得溫暖。而呢
呢種關懷就係聖誕老人精神最珍貴嘅地方，分享、善意同埋愛。每年嘅聖誕，香港都充滿住少少嘅奇蹟。有人會自發派飯俾街嘅朋友，有人匿名捐玩具去俾孤兒院，有啲公司送禮物俾基層嘅家庭。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聖誕老人，唔需要紅衫白鬍鬚，只需要有心去令身邊嘅人開心。所以下次你聽到街角傳起聖誕鈴聲嘅時候，唔好急住行啦，不妨抬起頭望一望個夜空。你可能睇唔到綠車，但係你會感受到有一種溫暖嘅光喺香港呢個城市靜靜地照耀緊。祝大家聖誕快樂！ Merry Christmas！ 我係 Loco，我哋下集見。